工艺是历史，是文化，是台湾宝贵资产。台南新营文化中心即马就咧办一个台南地球奖当代工艺展览，有囡仔人爱耍的走关活动，有安排工艺体验甲大师演讲，有大家了解到工艺艺术文化水。 大人囡仔咧看这幅台湾府城街路地图，因当咧找清代时期出现什么款的工艺。这是台南文资处办的台南地球奖展览的走关活动，要互民众哪耍哪入捌工艺的多元性。展览分成2区，通看到史前文物到当代工艺演变。以前没有印刷机，就用雕刻，然后再印上去。 然后印好了大符可以镇宅平安。较早即卖历史的文化，还有文化的传承安尼，因也提倡接触了，看把这培养伊兴趣啦。咱有这历史的背景，产生咱台南的特别的风格特色的工艺作品，所以我会对台南特有种。 时代演变一点一滴累积落来，才有这尊持久的工艺文化。总计展出6种无形文化资产。上眼前这顶永川大桥是王永川做的，台南超过一半的新桥拢是来自永川工艺社。另外，威风凛凛的门神，每一个线条拢有不同的风格。其中，潘氏家族替台湾彩绘工艺留下侪作品。第3代潘家雄嘛公开因老爸潘丽水彩绘的2大特色。一定爱有7倍，但是你若门哦，关度无够，你没办法用了7倍，咱来画嘛吼。上重要是这面，因阮父亲他有在戏院画看板，伊画面吼较立体，这胡须咧画甲会飘飘安尼，哦，会当去看着内底。你要画到要，你走到哪里看到哪里了。画起来足有路的，毋是讲。 啊，凊彩画吼门神，其实伊要画出伊的威严、伊的庄严。展览展期到8月11日，文资处指出，因后续会阁办工艺体验，参邀请大师来演讲分享内底技巧，通互大家认捌更较深刻的传统工艺水。记者李树台南采访报道。